婆娘。碧玉公主，多谢你救我的性命，要若无，我已经死伫阮阿娘的剑下。你是潘强子的查某囝，是。虎狼随命不食子，竟然连一个亲生的查某囝就要杀，这女人实在该死。多谢你了解阮阿娘。你老母要杀你，反倒转来搁替恁阿娘伫咧求情。天下无不是的爸母，敢讲我会用目睭紧紧看你将阮阿娘杀死死？你的母亲为什么要杀你呢？敢讲你有做啥物毋对？我只是要替阮阿娘弥补一点仔罪过，敢讲安尼也有毋对是？敢讲你的老母要搁做啥物代志害人啊？碧玉公主，阮母亲啊，甲亲事。娘把娘因高头尖呢地上凉，伊食离了伊个脚加用，派人去刺杀伊每玉娘，也每怒彼此。丧了命，罪过才医好迄个小爷。这个代志只有我知影，我才去讲予伊准先听。原来就是安尼，你的老母才要杀你。你的母亲所作所为，又是受人指使，你一定知影什么人指使你的老母吼？到底是什么人？我袂用咧讲，为什么袂用咧讲？请你原谅我袂用咧讲。好，既然你若袂用咧讲，我也无要强迫你。但是你家己爱小心，你的老母并毋是讲安尼就会当放你煞。碧玉公主，求你带我走，好无？带你走？是。我即马已经是无家可归的人，你若阁毋带我走，我是要安怎？我是朝廷的钦员，嘛是无家可归、四处伫咧漂泊的人。啊，我是要安怎带你走？我拜托你，你带我走好。我是一个美出贵门的女子，是要叫我去倒位？搁再讲，阮阿娘伊毋肯了解我，我随时就会有性命危险。你毋互我跟随你，我会去互杀死。碧玉公主，你是一个行劫中义的人，你敢袂见死不救，将我放咧，无要管我吼？你这……求你好心做我，你带我走好无？千万莫用情，
落梅当落叶。这袂用诶。别去动手！啊，陆冠，你袂安尼走诶？恁啊，陆冠，你毋通误会，伊是潘公子的查某囝，为来证明讲梁准的死因并毋是伊小王爷杀死的，免得佫互梁兄佫再大错，所以因老母伫要杀伊，我才去叫伊走，毋则会。所以你感恩不尽，伊爱你，伊要缀你，伊要嫁你对。对啊，毋对，一个秋荷兰走去啊，即马搁换一个潘庆子的查某囝，你搁来嫌福不欠安怎？陆冠，哈！白衣同志无将罗梅带走，是，安尼真好。恁两个人立刻去甲伊追赶，将这个死查某鬼仔甲伊推死。慢将，夫人，小姐是你的查某囝，敢讲你袂晓撩伊一命？伊知影代志真多，我若撩伊，就有人袂撩我，所以我绝对袂用留这个后患的。夫人，好啊，你莫搁讲啊！这是罗梅家己的命运，伊嘛真知影讲，违背我的人一定爱死。恁两个人，立刻搁再去甲伊追赶，不得有误。是。客官，菜来啊，菜来。你我来再讲哦。客官，啊你还未付小人呢？富少，喏，那我将来就毋要富少过。那我高不将的哦，伫恁即间店食啉，拢也是小王爷替我富少，你袂记哩啊？等咧，客官啊，今仔日无共款。后生无共，我逐工食拢嘛叫共款的。无咯，咱这小王爷即摆无踮伫遮，啊你家己食，你家己爱付啦。哈？啊，小王爷，伊要走以前，佮有交代啥物无？无啊。有小王爷怎会走去倒位啊？我嘛毋知。哎呦，啊这要紧的代志，你哪会无敢问啊？莫多爱练戆话啦，是钱来钱啦。我无钱啊。哈，互你甲食酒菜免钱哦，若无钱，今仔衫甲我烫起来。了啊，真了烫。我烫到就穿班了了啊咧。好啦，头家啊，我来弄参详的啦。无最起码哦，我嘛还阁有一个大的白衣同志了，伊会替我付销啊。安尼哦，啊人咧？人？啊对，伊讲我要伫遮稍等咧，大概马上就来啊。你想要去我啊？无啦，我是要死个行行的。莫啦，莫改啦，这厝改袂行啦。无钱，无钱要互你我看，无钱。头家啊，拜托啦，我这有影实在无钱啦。我袂使你食客，小姐。伊的笑，我付。你。看伊阁想要食啥物，所有的笑拢总由我付。你要回哦？好啦，算你好运啦。想会当甲我高不中的人缘，竟然阁遮尔好，竟然像这款水姑娘啊，还阁替我食物件嘞。啊，那你店主啊，酒阁挂一壶来。好，酒嘛，水来。你叫做高不种的心，在下正是。你拄则讲白衣同志有甲你约束，是啊，爱是阮大刀的。我要找伊。啊？哦，我知影，大概你我是爱着阮大刀吼。
客官，酒来啊，酒来啊！来，姑娘，请坐，请坐。来，嘿嘿，来，咱来干一杯哈。今日做一个朋友，来，我请你，你出钱。嘿嘿，来，干杯。高部长，有人要杀我。哈，知道？哎，无紧，我一只咧。但是啊，食人的酒菜，替人消灾，赶你去。哼，你是倒位来凶神恶煞？哇，你胆遮大了无？啊，光天白日，敢真正想要杀人啊？要杀？到遮来啊！要杀就来杀，我嘛搞不中手你了。哎呦！哎呦！你大概知影我为什么要救你？听讲，凶手是什么人？这两个人，必然是要来杀你灭口。你赶紧甲我讲出凶手，我会当报仇，你也会当保命。假使你若是唔讲出，不但随时会人要来杀你。连我门准生也会放你煞。准生，伊有难言之隐，何必对一个软弱的查某囡仔表现甲面色苍白？伊同志，你较少管闲事咧。我会用甲你讲，伊叫做朱落梅，伊的老母潘庆珠。用准之时，你应该猜会出来，主谋者是甚么人？是伊老母潘庆珠。那安尼，你就免阁表现一个软弱的女子咯。是甚么人下手的？我要杀伊！你已经杀死两个人，这两个人就是潘庆珠的杀手，无定着你去冤仇也报咯。你这个好手，我绝对袂了你！我求你留下我。伊是病病，伊所做一切拢是病病的。你若是要杀阮阿娘，你就先杀我，互我等阮阿娘死。朱落梅来搁传授奇妙的阴谋，挽回你对小王爷的误会。免得搁再造成代错，应该你爱感激伊才对。伊伫咧讲无毋对，伊的老母是治表，若无搁较凶恶的人，袂歹着伊的手下对逼自己的亲查某囝。对这点，你应该比我搁较清楚才对啊。若要潘庆珠死是真简单。咱随时就会好死，也毋过毋免这个真着急，暂时甲伊留下，无定着你会当带伫伊潘庆珠的身上查处就盘查的罪情，查处无后的盘查，你若得到这个功劳，会为着你家己赎罪才对。你讲的话，我完全明白。第一同志，伊是毋是会去杀阮阿娘？暂时袂杀。用你这几句话，阮阿娘会用暂时免死，也毋过，阮阿娘
到尾希望赶快是咱倒一死。你真是一个好女，要来救着你的母亲，也为着你的安全，只有一个人。是啥？小王爷，去找小王爷，是要安怎才找会到小王爷？去衙馆找伊啊！心中的意向，偏将我老爷关中，也关中。公主金鸡摇。东东冒一片，惊声甲伊配成亲，因配成亲。你莫提起我甲无电话新婚的代志，这我绝对袂答应。袂答应袂用的。小王爷，我求你放我走，莫带我上京，好无？这更加袂用的。阮若无带你上京咧，是要安怎替本王来赎罪呢？启禀小王爷，狄元新的查某囝狄罗梅求见小王爷。安尼，狄罗梅去来叫你来。是。启禀小王爷，狄罗梅带到。小女子狄罗梅叩见小王爷。免礼。谢小王爷。白衣公主，你甲白衣公主有熟识？是白衣公主叫我来见小王爷。啊，白衣公主，伊即摆人伫什么所在？伫咧前面树林内面。你来见本王是有啥物要紧的代志？求小王爷保护小女子的性命安全，也阁有救我的母亲一命。哦，狄元先死，伊的母囝还阁伫咧继续做叛国的代志，要来救你的老母，会用的，你爱老实话讲出来。是。是什么人指使你的母亲，搁再做叛国的代志？幕后是什么人呢？紧讲啊！启禀小王爷，老王爷伫京城命人带着手谕，若要面见小王爷。禀小王爷，这是大王爷命我将快马加鞭送到小王爷。退下。是。小王爷，到底是有什么急事？怪好啊！连我连夜赶回朝廷，莫非朝廷有发生什么代志？见见，在。明日这时，连公主甲罗梅
带到镇会惊。是。尤记，在。赶紧备马伺候。是。小王爷，小王爷，第5年我公主因已经因怎样咧？失踪去啊！将相下罪。皇上，小王爷竟然无将真公主带回京，那安尼，伊白雪公主的罪名实难宽容，应该爱将伊处死。